迎各位来到坡子街派出所的小伙伴们。那么今天我们还要在一起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反诈知识要输入到你们的脑海中去，要变成我们的防身术。那么第一个游戏叫做谁是卧底。我这个词呢，我结婚了就不能做这个事情了。制造一些细节，慢慢的感动，和我建立一些比较亲密的关系。这种事情在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爸妈会安排。以前有过一次。如果还没结婚的话，我妈妈也会安排我进行这个事情。场上的6位来投票看看，觉得谁是卧底？为什么是我？因为感觉我们今天说的意思都差不多。我说我会制造一些细节让你们感动，然后跟我去建立一个看上去比较亲密的关系。所以我的词语是杀猪盘。这类诈骗也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类，冒充军官、冒充高管，都是跟你们去建立一个看上去很亲密的，特别是以男女关系为前提的，他们马上就会给你介绍一个只告诉你的盈利的投资的环节，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第二个游戏叫做反诈连连看。小美接到了自称购物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语气急切，说小美开通了某类付费服务，不赶紧取消就会每月扣费，甚至还会影响征信，被起诉。这个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诈骗？冒充客服诈骗。第二个题目，小王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上写着“同城美女等你来聊”，同时附着私密视频的链接。小帅在找工作的路上看到了“点赞关注即可获利，日薪300到500元，任务简单，时间自由”的字样。刷单反应诈骗。你们在正常的这个生活中间，骗子他也不会跟你讲这叫做刷单，因为之前我们侦办的有一类案子，就是因为刷单，然后我们的受害人把30万的现金送到了嫌疑人手上，还好我们及时发现了，然后把这个现金给他拦下来了。你们一定要警惕起来。李女士在某银行的要求取现7万元，言语间提及投资返现，民警到了现场，发现她在网上结识了一名珠宝公司的高管，双方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对方以月度分红为由，诱导她取现并邮寄现金进行投资，并要求严格保密，这属于哪一类型的诈骗？认为对。第二题，张女士在某平台购买了7色糙米，收到的却是白米。联系客服后，对方引导张女士脱离平台私聊，对方告知张女士只要点赞关注主播就能获得收益。张女士操作后收到佣金，但在随后的任务中，对方以因操作错误信誉分降低为由，告知张女士想要提现继续修复信誉分，并引导张女士从线下取出30万元送到指定的地点，这属于哪类型的诈骗？是的，这也是我们在平常的过程中最典型的一类，以小利以诱导你充钱，最后把你的大量现金套牢。退休的张阿姨收到了来自公检法机关的电话，称张阿姨在职期间一笔业务涉嫌严重违法，必须要保密，向张阿姨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等内容进行资金清算。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执法部门不会在电话中向所有的人来索要银行卡的密码及验证码。所以我们要盯紧我们的钱袋子，牢记这些关键词，让诈骗分子呢无机可乘。那么我希望我们的这个首富解放西的粉丝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些现场的观众朋友也好，不仅能够在我们的游戏里面玩得开心，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在每一个环节里面都能够把我们的反诈的知识牢牢的记在心里面，这才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收获。首富解放西。